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师，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吼。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的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济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因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欢迎大家收听真耶稣教会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时间过得真正有够紧，有够紧的。喜乐想起来这个主持的工作换过来的人咱对这个2025年开始，咱就无搁再拜托电台甲咱报送，因为时段的关系，时间可能袂啥会配合过来就是讲较暗暝的时间，咱有做者长辈已经会使讲收听的这个群众已经换了一寡长辈嘛拢无一定会收听嘛无伫咧即摆人真无闲，所以阮的这个厝边隔壁台语的广播节目是透过这个 YouTube 透过 Podcast 伫这两个这个平台来推出希望讲咱听了后会使甲阮做伙分享来分互大家来了解来知影。伫要过年先甲大家拜年愿主耶稣基督来祝福咱，互咱过去的一年那像拄着过来行台风就过来这个天灾地变地动啦，这个中环袂当行啦，北环啦就是讲咱北部的这个铁路要去到花莲的台东的嘛是真麻烦这咱看到讲时代伫咧变这拢毋是咱有法度去理解甲控制。但是因为主要所有看顾互咱拢平安顺时无代志，咱嘛就感谢主人讲平安才是福啦主要所特别啦，伫约翰福音16章30有讲放心已经赢过世界。咱伫这个世间有苦难，但是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咱同款要领受主耶稣给咱赏赐的这个平安。所以感谢主或者借着这个假日，大家欢欢喜喜全家人会当做伙围炉食饭做伙过一个安尼新的这个日子有新的期待，有盼望会当请来思想咱家己。但是迄落要甲咱提醒，其实就一位神真疼咱无一定熟悉伊，咱无一定捌伊，但是神伫咱中间，甲咱看顾保守。
或者咱听一段时间吼，希罗嘛是爱甲咱介绍，咱过去第一任的这个主持喜信吼，已经满65岁，所以就退休啊。所以旧的节目咱会搁家己制作，或者咱有缘听会到喜信的声。小弟是喜乐，含咱做伙斗阵了一段时间，但是来到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我会使讲是3进3出啦吼，出去搁入来，出去搁入来。伫阮的这个工作内底，阮拢无家己啦。咱的总会吼，互阮这专职的传道人，若是一张公文到地就到地。所以喜乐捌伫咱中部区来做行政工作，会使讲是对于苗栗到这个彰化。嘛捌伫南部区来做行政工作担任这个区有这个工作对于新营一直到鹅銮鼻这讲起来幅员足广阔200多公里有时阵是比我即马伫台中开车到台北更较远啦这是南区的范围我是喜乐会使讲是第2任的主持佮有甲喜乐做伙捌短暂来伫线顶含咱做伙喜爱我笑讲阮这个节目较早因为伫电台播出的时阵真紧张，有这个时间的压力，逐礼拜拢爱一集所以这录音的时阵拢爱先备份爱准备起来所以我咧甲喜爱讲有时紧张啦准备内容讲甲稀咧咧讲到有够忝咱现任这个视听科的负责咱的传道人来主持这个厝边隔壁大家好当然嘛是台语真通啦咱最后这任嘛就是喜团喜团伊嘛开始拢伫线顶甲咱来做伙分享神的爱嘛分配这兄弟姊妹见证介绍来录音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会当伫这个 YouTube 啦伫 Podcast 咱随时听咱拢会当听到尤其阮伫这个咱讲 APP 毋免甲下载，你只要搜寻TJC 就真耶稣教会 TJC 宣道整合包宣道的这个包包内底你甲点入去内底有网站有网络的主题只见耶稣有喜信较早喜信的网站还有就是咱国语台语的节目心灵的游牧民族这是国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这是台语的还有迄个真光之声咱每一片拢是这个讲道差不多30-40分钟的这节目即嘛拢同款啦，无拖播免开钱叫人报上。咱所播出的平台就是 Podcast 有 IG、FB 也是讲伫这个YouTube 内底YouTube 内底是会当搜寻上济。过来咱这个就是咱伫花莲台东的部分有一位真正是本科的这个蔡姊妹伊是喜悦啦希望伊也安尼将这个东部花莲东部遮的这种兄弟姊妹见证或是用国语的，或是台语的，伊是双声带拢会当安尼甲收报入来互阮毋免走远远去真正难得啦而且这个喜悦节节来讲故事这拢是补充咱过去彩色人生的这个不足也是讲无同款的单元还有这个画面的美娘这拢是拢真谨慎来做制作讲来开讲这个单元我嘛一直拢甲用新的过来甲剪接制作出来咱拢继续听得到咱每一礼拜的拜一拜三阮就将制作好的甲上传所以更新啦每个月还有2摆来更新这个画面美娘所以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会当了解讲制作时阵这个用心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借着收听来得到福气，甲得到帮助所以伫过年这个要新正年头的时阵甲咱祝福天顶的神来看顾咱嘛将咱的这个节目搁更新变动的时阵，甲咱做一个介绍咱最后喜乐要来祈祷来祝福咱，愿主耶稣圣灵甲咱同在，做为额头别倒，奉主耶稣性命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到你带领阮的脚步，互阮活伫这个世间袂食到孤儿伫这个新正过年的时阵，阮阁会通回想主耶稣基督互阮的爱。主啊，
有真济还未来认捌你的听众朋友阮也真希望借着这个节目可能有袂少的人来约这个节目。阮也希望讲阮所制作的节目有圣灵的引带带领互阮更较济的听众朋友，更较济对网络透过电脑透过手机拢会当来听到这个救人的福音。这是阮做这个节目的上重要的宗旨。愿天父真神听阮的祈祷，嘛借着这个机会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按照主耶稣你的应许，今日来到你面前的人，你拢要拯救阮到底，嘛互阮得到福气满满，互阮所拄着困难病痛，拢会通因着倚靠耶稣、认捌耶稣这个正做喷雾，连咪就过去。虽然是安尼，人生短短将来咱拢爱去面对耶稣，面对审判，但人生在世，会当认捌主，得到主的拯救，会当相信耶稣，无做孤儿，无家己一个人，这才是至大的福气。主啊，阮伫节目的最后献上感谢的祈祷，愿荣耀俄罗上赞拢归主耶稣你的圣名，愿你的恩惠平安满到你喜悦的人的身上，愿主垂听，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技术，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共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的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